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到这个风台狂热，伫咧今仔下晡1:40，是对台东的成功来定律。这是有史以来上晚定律的强烈风台，甲华东宜兰地区是带来正大的风雨。不过因为结果叫高山破坏去，这狂热风台是随减弱做中度风台，即阵已经对云林未了出海去啊。说落来呢，因为这个风台的气流安尼甲。中南部也佮有平湖、金门、马祖地区会变做这方面，愈暗风雨就会愈大。伊讲明仔载顶半日，这风台就会靠对日本去，咱台湾就会陆续脱离暴风圈。狂热风台中心伫31下晡1:40左右为台东定律，中心通过中央山脉了后，结果受到破坏，关键站有小可分开，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范围嘛豆豆缩小。按算东半部暗时8点了后，雨会明显较细。风场转做是偏南风了后，中南部的雨暗内会愈来愈大。桃园以南的区域，强风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台风进到海峡上面，一些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的雨势还是会增加，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白天。24点钟以来，东北部的雨是规桶倒。宜兰县大东乡累计已经超过757毫米，花莲县玉里降雨量嘛有736毫米以上。台中市和平区累计降雨量超过645毫米。专家分析，风台定律了后，减弱了真紧。按算拜五顶半部，台湾本岛就会慢慢脱离暴风圈，要来马祖是爱到下晡。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海水温度不高，然后高空有强风切，还有一些干空气的入侵，这个都是不利于台风维持跟发展的一些大气条件。前气象局局长陈明典伫当面册普文，狂热风台定律了后，伫嘉义县外海边的所在，有一个真明显西正倒头西方向的环流咧发展，这是受到地形影响所发展出来的风台副中心。风台通过山了后，清在看到基站的副中心，取代原地环流的中心，不过嘛有可能会重新整合。气象署提醒，风台中心出海了后，也是会影响咱台湾。拜四暗偏也是爱注意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也若西半部沿海较空旷的所在，嘛是爱注意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到拜五中南部也是会有大水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狂热下晡对台东定律，当地落大雨，佮透超过10级的强风，富冈渔港的海涌嘛超过10公尺悬。固定伫咧港内渔船未抗日有5-6只是受损沉落去，渔民嘛拢讲从来都毋捌看过遮尔恐怖的海涌。来到台东富冈渔港，狂热风台带来超过10级的强风，岸边的海涌嘛有几啊层楼悬，已经超过暴岸。即马记者所徛的位置是伫台东的富冈渔港，会知影会当感受到这个风甲雨拢非常大，上大的阵风会当来到12到13级。看到这镜头边仔的这乌多摆呢，正因为风伤大，拢吹到东倒西歪。镜头搁向这个海边来看咧，这港口内底啊，海水规个拢涨起来。另外呢，这个涌嘛非常大，拢会撼过这暴岸。狂热风台的中心已经对台东定律，沿海的风雨已经变甲愈来愈强，有的大涌甚至超过10公尺悬。记者徛伫咧渔港内底采访，一阵一阵的强风，甚甲人拢徛袂知。也若渔港内底停满大大细细渔船，逐只拢用绳仔绑条条。渔民袂放心，透早就去巡视，讲中昼过这是真正考验的开始。12点过后到2点，空气的温度还要大。你会担心吗？应该不会吧，没好船长。沿台11线往北边行，海边啊空旷，透大风、落大雨，能见度变真歹。路边的树仔嘛动动海。来到起好一直拢无启用的美丽湾度假村，嘛明显感受到风雨变较强，上大的阵风有13级，威力真惊人。记者所徛有美丽湾的度假村，咱看到这个风台越来越接近，这暴风雨规个已经是大理这在。这个风势已经非常大，连车拢无啥会调。路里拢无看人，无看车，民众拢乖乖住厝，讲强风透规暝，互人唔敢出门。哇，好强哦，这个蛮强的呢。以后好像都没有看到路呢，都看不到路哦。看起来都蛮大哦。应该也是不敢出门啦哈。不敢。
因应强烈风台控制，台11线路边的加油站前一暝就已经关起来，佮特别有封锁线，无爱互人车入去。所有的机台设备嘛拢包起来，就是希望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台考验。记者林静伟、陈宏基 SNG 小组伫台东的报道。来看花莲嘛，有出现未少的灾情，山区真侪部落拢有出现土石流，拢总撤离超过3400个人。较市区的所在嘛有出现淹水灾情。另外，目前当要采收的稻仔是真侪拢倒落去，农民损失惨重，真无奈。土流河倒溪乡真侪庄仔头拢淹起，公所头前的车路含倒溪国小的运动场，看起来敢若一条河。三里部落的土流直接冲入去民家厝，仑山部落12人，搁发生土石流，差一点嘛淹着厝。中正部落含倒溪部落的族人较紧撤离。一些我们解释机保全户的一个人员呢，我们先安置撤离了，大概有120人左右哦。那目前本乡还有一些联络道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豪雨。造成了一个崩塌的一个状况。玉里镇193管道水未复退，警方已经封路。台湾里的社区内嘛，四界拢是土水。原城里有95岁的老大人需要警方来帮助撤离，好好灌入去玉里病院天崩漏水，日记的稻仔嘛拢倒去。现在我们大屿社区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真的没有办法进出了。我从回乡到现在20年，第一次遇过那么严重的台风，而且在我们正要收成的时候，我只能说非常无言。另外，在水乡水上村的大排土水熊淹起来，赤国山顶的风雨更加惊人，嘛影响红叶部落。真侪民众因家的门口口拢有土流。北区的嘉安乡是出现真侪所在淹水，有车和风是扫甲变过。寿丰乡山边路含秀林乡山区的部落，拢出现内山做大水。一阵强风，车子就整台飞起来了。在此提醒保全户的民众，保持依亲或在收容所暂时避难。另外，花莲溪的出海口溪水熊淹起来，花莲大桥嘛，因为水位特别到桥面紧急封起来。丰滨乡石梯坪渔港是有船所啊登去伫港内4个浪。抗瑞风台虽然是伫台东登陆，但对花莲造成的灾情同款未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合欢山观测到强阵风达到17级，创下新高纪录。第14架山有一台小货车去互倒落来树啊撼着，车顶有一位女性不幸死亡。也伫咧中环便道也有公务单的前货车去互土石夹着，加载是无造成伤亡。另外，伫咧中华山西的海边是抑阁有人要走去掠鱼，去互海巡甲赶离开。小货车互树啊撼着，车头已经歪曲起错，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后，赶紧去救人。31中昼无声通向合欢山的第14架线，一台小货车经过时阵，互强风吹倒的路树撼着，消防人员将车内2人救出来，驾驶轻伤，女乘客失去生命现象，送医急救当中。另外，伫台北线临37中环便道，31早起有石头连落。讲到公务段前货车好加载无人受伤，另外台北线96公里的所在，碧绿溪冰崩坑也有大量土石摄落来。那现场不停的降雨土石流不停的掉下，甚至有一颗巨石掉在隧道口，那个暂无法清除。伫南投合欢山也是一直靠大风，当地气象站表示，31早起8点开始，合欢山顶的测站都测到17级强阵风，一直到下晡1点拢是17级，是自2008年测站建立以来上强纪录。合欢山顶气象站测得每秒58.2公尺的惊人阵风，也打破在2021年圆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纪录。合欢山目前风雨交加，针对设施是否有灾损，需等到台风过后前往现场才知道详细的情况。台中海线出现瞬间11级的强阵风，伫清水区甲沙lak区为31早起5点开始，有3个号志后强风吹转去。随即通报线上巡逻警力前往协助处理，并通报工程单位前往排除。强风也互台中清水、和平甲大安这地区、彰化复兴、保险甲丰原这地区拢陆续有停电状况，台电人员在全力抢修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台北有2位工作人员要处理倒落来树仔，所以去互树仔结着伤，加载是无生命危险。因那歌手刘德华原底因暗是要伫咧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不过下晡经过捷运公司协调，临时来宣布取消。因为真侪已经到台北的歌迷去抗议，这主办单位才遂决定要延到拜六来举办。台北市长周万安嘛只是讲，未来若要办活动，这场馆就要考虑到风台价的问题。 我真的等了很久一对老太太拢咧好，无法度接受演唱会临时喊停。小巨蛋的气氛是真歹，因为香港歌手刘德华是过11档，结果来台湾开演唱会，31第1场，所以去拄到空侪风台。主办单位本底是讲会如期举行，不过台北捷运公司介入沟通了后，主办单位下晡3点宣布停办，互伫遮等真久的歌迷拢哭啊，不办决策遮尔慢。只要是华仔说什么，我们会支持，但是他不要趋于不存在的压力跟恶势力低头。你要嘛，你是昨天你就先讲，而不是你昨天都不讲，然后我们大家到了你才先说哦，现在要取消了，那你不是很过分吗？基于观众人身的安全，所以我们按照契约规定通知主办单位，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停办。 一大堆歌迷袂放弃，踮伫个现场袂走。主办单位后壁随国改口，宣布演唱会延期到拜6 11月初2。刘德华会一天唱2场，互歌迷是欢喜甲哭出来。真的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是刘德华太累了，他礼拜6有2场。因小巨蛋现行的作用合约无纳入风台因素，外界认为讲，台北市政府应该同步检讨，把风台条款纳入各场馆未来活动合约。 我们场馆的主管机关，也就是北捷，他们在未来因应举办活动，都会要将台风来袭，如果宣布停班课，这样整个情况纳入考量。空侪风台风头雨大嘛，造成台北市一堆灾情，一寡路边的树仔倒去逮着车，工务局较紧派人去各地抢灾，但是有2个工作人员伫咧清倒去的树仔的时阵，风喊着伤紧急送病院。因为强风把树枝打断。 因而掉下来打到2位同仁，2位同仁也因此受伤。我们立即通知救护车前往救助，并送医做 X 光检查，幸好没有伤到骨头。空侪风台风速嘛已经到捷运停驶的标准。台北捷运宣布讲，对早起11点开始，温路线全线加上红线高架平面路段、小碧潭站拢全面停驶。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中东的局势。黎巴嫩的总理证实，真主党上紧会伫咧拜六甲以色列达成停火60天的协议。真主党新的头人嘛表示讲，伊同意带条件来停火。不过以色列这边是继续咧攻击黎巴嫩，自开战到当时已经造成超过2800个人无命，其中也包含着真侪无辜的囡仔。 这2岁细汉查某囡仔头含4支拢因为烧着伤，用水布包甲真厚，面貌真明显红色的疤。细汉查某囡仔的爸爸讲，因为伊离战火声悬，因伫9月23日天拍算对黎巴嫩南部阿里亚撤离，不想到就伫离开进前的半点钟，因的徛家互以军的炮火拍着，伊只好带规身躯有40拍烧着伤的细汉查某囝对后壁的露台逃命。بتقول انت عم يصير شيء خلص انه يمكن انا ننتهي خلص يعني وحالة رعب حالة مش مريحة يعني حالة سيئة وعم تشوف انت الاطفال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بهذا المنصابين يعني 这个会啊，总算是来到贝鲁特唯一一间有治疗烧烫伤的病院，替细汉查某囝来做10皮的手术。囡仔这么细汉，都要承受战争的苦难，互医生看一个嘛，感觉真唔甘。 但是以色列攻击真主党的行动并无停，包括黎巴嫩南部边境的庄仔头和东部贝卡地区，30是持续互以军空袭，各新增加31个人死亡。以军家己讲，因摧毁真主党的燃料库这基础设施。以色列和真主党这波战火爆发以来，黎巴嫩方面加起来已经有2800多人无命。不过黎巴嫩的代理总理讲，美国中东特使这几天会在以黎之间斗谈判，有可能促成停火协议。 القادمة يصير في عنا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这份提早公布出来的停火协议草案指出讲，双方上紧会伫拜六达成停火60天的协议。以色列方面有可能伫停火第1礼拜撤军。另外，真主党新的领袖嘛，伫第1摆讲话内面讲到同意有条件停火信息，但讲话嘛是真硬。外界认为讲停火协议敢会当达成，而且落实，共款是充满变数。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的总统大选特别高啊，两大候选人 Trump 和贺锦丽是拍拼起来造势，要争取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因为宣布人员嘛无用来应对假消息，也有暴力威胁这个问题。费城底特律甲亚特兰大是川普向常常指控控年大选开票有弊端的目标，虽然相关诉讼全部败诉，一摆选前议员鼓吹支持者去这三个都市捍卫选票。面对阴谋论甲谣言假信息满天飞，甲可能呈现的暴力主角，底特律这个开票中心精心监视摄影机，甲装炸弹甲防弹玻璃，也加强选务人员演练，防止受威胁的时阵应安全撤退。He's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thinks that he can easily intimidate Detroiters because we're a predominantly black city. But we're not intimidated by him. 费城亚特兰大顶一届开票因前造成争议的都市，也加强对选票保护，增加拆开假选票甲扫描算票机器，加紧效率，全力安打怀疑论者。选前关键时刻，贺锦丽连挂北卡罗来纳、宾州甲威斯康辛三大关键摇摆州股票，批评川普个性不稳定，甘愿扣分报仇，追求无限的权利。If he is elected on day one, Donald Trump will walk into that office with an enemies list. When I am elected, I will walk in with a to-do list. 川普支持者进前口误讲波多黎各是本州岛，引起真大风波。想不到拜登总统反驳时阵也口误，讲川普的白宫这是本州。虽然白宫马上解释，唔是指所有支持者，也是由川普扣着穿，以清清洁队员的假，在本州者就地发挥。250 million people are not garbage. I can tell you who the real garbage is, but we won't say that. 美国老牌媒体《华盛顿邮报》原本拍算表态支持贺锦丽，伊说因为头家贝佐斯感谢，宣布了后拢袂阁背书，想要到引起读者强烈反弹，促销订的人数已经有25万人，差不多占原本订货10%。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21月初5，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礼拜，咱新闻世界通继续带观众朋友来探讨选情。目前，这民主党的贺锦丽甲共和党的 Trump 是抑个真歹分输赢，双方是拢真有特色。Trump 的立场是美国优先，言论较激进；也那贺锦丽是主张社会正义，对移民的态度较开放。到底啥个政策会较受到支持？所到来，咱就交互苏眉为咱分析。这届美国总统大选是由官司缠身的前总统 Trump 对战检察官出身、半路接手的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因分别是有啥物特色，咱做伙来看。共和党的 Trump 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优先的立场，所以讲对移民的态度是较严格，行事作风是带有较重的民族单边主义。这点对法界出身、注重人人平等的贺锦丽来讲，就是完全颠倒边。贺锦丽主要是行和平主义，甲民主党的路线一致，对这移民是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是贺锦丽优势，算嘛是伊施政的大障碍。也若是讲到 Trump， 大概都会想到讲伊讲话真激进，不时是有一寡含怪怪的言论。不过，伊是一个生理人出身，真侪支持者都认为讲伊是会当甲经济问题处理了较好。不过，这个点嘛，常常去互对手用讲这 Trump 是一个生理人，会用这生理人的头壳来治国，以家己的利益为优先来甲攻击。也若是贺锦丽这边，主要就是拍社会正义的路线。不过，这几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真严重，经济歹，所以讲部分的选民就质疑讲这贺锦丽处理经济问题能力。也这两大候选人作风遮尔无同，嘛分别吸引到各族群的支持，就连男女支持的人选嘛拢分甲真明确。根据民调显示，女性较支持贺锦丽，男性的选民是较支持 Trump。是安怎有这款的现象对选情佮有啥物款的影响？咱个请苏眉为咱讲详细。这回大选男女对立是比过去较明显，这 Trump 强势个性就相袂少少年查甫选民，就是讲伊真有查甫人的气概。这个族群是特别注重传统男性的价值，所以讲对这愈来愈客气的女性意识是感受到压力。而且伊嘛对现主席的经济状况真不满，所以讲袂少男性就决定支持 Trump， 尤其是袂少黑人的男性嘛投向 Trump。
也若是何锦丽这边，除了女性甲支持者是偏济，因是毋希望讲何锦丽会当当选成做美国的头一个女总统。何锦丽嘛强调维护女性的自主权，亲像是支持 MeToo 的风潮，保障打胎权的权利。一寡政策拢是为何锦丽争搁较侪女性的选民支持。也若是亲像针对管制性、减慢气候问题的立场，嘛写真侪保护后代母亲甲小天。就是这寡明显的路线分裂，才互这届大选出现明显的男女对立。感谢苏眉。明仔载咱新闻世界通继续带观众朋友来探讨选后台美的关系是安怎变化。日本创作的古锥翁仔 Hello Kitty 特别满50岁啊，是真侪人囡仔是会记伫。其实咱惯势讲的 Kitty 鸟，原底伊的设计，伊是一个英国籍天蝎座的查某囡仔，白白的毛配红色的啾啾是伊上大的特色。也是安怎？这 Kitty 拢会有目睭、有鼻线、无喙，就是希望伊看起来是情绪稳定、欢喜的，互人会当得到安慰。也有真侪详细角色背景，伫咧东京国家博物馆嘛有特别举办专展来咧介绍。遐面顶绑一个水水的甲，大内面就有一对目睭甲鼻仔煞无喙的动画人物凯蒂猫 Hello Kitty， 搭咧为家己的特点剪彩。这个由有名设计生产动画商品的日本三丽鸥公司，伫1974年创作出来的动画人物。伫1月7日，满50岁，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嘛为同一天开始举辦凯蒂貓特展，用我变啊凯蒂貓变啊做标语，介紹角色誕生的故事甲過去50年的變化。猫のキャラ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けど、口のないのはいいかなって。無表情だけども何かを語りかけてくれ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でそれがやっぱり私にとっては最大の魅力だと思います。特别满50岁，凯蒂猫被迫民众行过半世纪的心痛日子。伫公司创作角色理念是甲大家做好朋友之下，嘛应对时代甲地方的特色，有真侪真精彩的造型。甚至伫三丽鸥公司的推动之下，制作家庭民生用品、美妆品等等，融入民众的生活。凯蒂猫的忠实支持者。关西国际大学教授清水美智子更加是为发行的头一个相关商品开始公益收集，到暂时已经有超过1000件凯蒂猫的相关商品。So Hello Kitty in the last 50 years, she kept evolving, and she's always very curious, positive, and she loves to challenge something new. She DJs, she sings and dances, and I expect Hello Kitty will keep on doing that, always trying new things and making more friends. 清水美智子教授认为，凯蒂猫会当成做全球通人知，而且嘛介意的动画人物，因为人物造型设计真简单，互凯蒂猫会当随时变做任何角色，单单融入无同的国家甲无同的世代，亲像上好的朋友会一直陪伴伫的身边。恭喜新闻台同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